南部地区为昨暉尾暗开始，风雨就愈来愈大，各地传出有落树倒去、积水甲淹水的情形，而且嘛，甲部落的居民暂时撤离去安全的所在。海葵风台吹沙岸侵袭南台湾，台南市中西路民族路二段吹沙岸7点外，有一辆路树啊被风淹淹到，倒伫咧路中，相向的车拢未过。警方随进行交通管制，树啊刷走现场清理了，已经恢复通车，好工在无造成人员甲财物的损失。里长甲警方一户一户考劝居民先撤离，高雄嘉仙、六股等暂时危险区，一个桃园、南马社、武林三万乡，到初三下昼3点为止，总共撤离1425人。目前我们桃园区现在有453个人的病患以及我们的保全户呢，都已经在今天下午的4点以前呢，都全数撤离完毕。伫立案了，包括宁夏、建定、凤山、林武区3点钟久内货量拢超过100毫米，造成凤山建国路2段、建定德昌路、轻轨凯旋站附近真侪所在淹水。警方由封锁线管制交通，尾下雨有较细，真侪淹水的路水拢开始消退。高雄轻轨全线伫今仔日中昼进行暂停行军。恢复了高雄积云的调整班国制10分钟。屏东县的高树乡礼拜暗是雨量到58.5毫米。高树乡国福村徛街附近水淹甲正悬，已经看袂到路。屏东市民生路有一台粪扫回收车，被风吹走到路中，真危险。暗时垦丁大街雨也正大，路无啥人。屏东县体育乡公所自昨下昼开始有风声撤离马鞍、马术、嘉兴、平和等4个部落的居民到收容中心安置。屏东县政府统计，到初三暗9点，全县撤离的人数1206人，有4840户停电，通报路树啊倒去的超过30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